因为你们都是我们的希望，你们。对啊，要给你们加油，不要一直吓你们。啊？有没有要点歌？嗯？这是失恋的呢。旅行的意义。你一定是看那个的 YouTube 上面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我有唱旅行的意义？并没有，不行。你已经发言太多次，你不能再发言了。泥娃娃，哎，我唱泥娃娃会让你们有希望的感觉吗？你快乐我快乐，流浪记会吗？不会。爱爱爱，嗯哼。哦，太平洋的风。下面。这条毛巾是我们的好朋友叫马耀比后，他在1月14号要当选做立委。中间这一条是我们台东的伙伴们，就是反美丽湾，我们的好朋友建伟巴黎设计的一个，希望可以大卖的反美丽湾商品，因为希望可以持续的被更多人注意，花东开发的可怕的事情一直偷偷摸摸的一直在发生，然后好，不要再讲了。这个是另外一个可怕的事情，也是发生在我们的故乡，就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可怕的恶灵核废料。要放在我们台东县达仁乡那边，应该最快明年大选完以后就会开始，原能会就会开始要弄公投的事情，就是全台湾人，其实是很多重工业制造，就是他们用很多的电嘛，因为我们整个国家用电的政策是补助工业，让他们很便宜的用电。其实民生用的电只有20%，然后生产出，因为工业用很多的电，所以生产出很多的核废料。其实我们一般民生用电其实不用那么多，但是国家又必须要有很高的经济的，那个叫什么 GDP，这种就是这样。可是那也没关系啊，为什么核废料要放我们台东，或是放哪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？应该要放在最聪明、最多聪明人住的台北，资讯最流通的台北，因为这样才会有更多人来监督这个台电一直声称很安全的恶灵。你放到更偏远的地方，那不是就更可怕吗？这个恶灵，你就要更认识它，好好的把它管理好。怎么可以把它放在偏远的地方就装作没有，然后继续用很多电？你看我们有那么多电，工业继续用更多的电，因为要有很高的 GDP。我现在有一个题目哦，答对了我会送你一条毛巾。准备好了吗？有一部纪录片叫《和你到永远》，我昨天在那个梦想音乐节问的太简单，我说有看过的我就送了，你看。但是我问的这个题目啊，一定有看过才会知道。我先问有看过的几个啦，好不好？你们可以全部举，因为你们不会得到毛巾。有看过这部片的请举手。没有啊？有吗？有哦。哇，那你们一定4个哦。哇，那你们要不要出来分享你们看完的心得？只要愿意出来分享我就送。快点哦，给你们抢哦，快点，4个人，快点啊！没有啊，因为毛巾不吸引人，那我要加码喽。有了。
你是学生吗？有没有学生要出来竞争的？快点，有吗？要不然要被社会人士拿走咯。有没有啦？有没有团？还是今天来的都是社会人士？等一下，你先等我一下。没有哦，都没有学生看过哦。好吧，好像就是属于你的了。请为我们分享一下和你到永远，要拿起来耶。他是在讲是挪威吗？还是北欧？瑞典。瑞典。对，这个导演是丹麦的。哦，对对。这样还要送你吗？你可不可以靠近麦克风一点？好，就是他们好像从80、90年代就开始设计的一个核废料的最终储存厂，但是那个导演把这部片拍得很哲学，他讲说就是这好像是一个不能被后世的子孙发现的金字塔，或者是务必要让后世子孙他们不能发现，因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，发现了就代表灾难跟所有的厄运将会到来。我的感想是这样。你讲完了吗？讲完了，好，谢谢。那等下我唱完的时候，你来找我哈。谢谢你。